各位前線嘅熱線義工戰友，大家辛苦晒啦！今日我哋一齊睇下呢份熱線義工身心靈守護與邊界感指南。喺呢個壓力爆破嘅時代，你哋每晚喺電話另一邊陪住求助者，真係好唔簡單噶。做義工係跑馬拉松，唔係跑100米衝刺。我哋今日就一齊傾下點樣幫自己建構一個強大又溫暖嘅防護罩啦。等我先講下今日會講啲咩先，等大家有個概念。我哋會分5部分，睇下義工嘅日與夜，做個同理心好選前查，講下心理時鐘個位站，必後嘅收工儀式，最後就係助人者必先自保。好啦，我哋直接一添啦。第一部分，義工嘅日與夜，我哋一齊去了解下壓力點樣引發一連串嘅反應啦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？通宵當遠更，翻到屋企，明明個人已經散晒，好攰，但你個心依然跳得好快，貪下咁，甚至心好似有個大石砸住咁呢。呢種感覺，我相信好多戰友都一定經歷過啦。你絕對唔係得知己一個噶。點解會咁呢？其實當你戴上耳身，聽到電話嗰度頭傳嚟好急嘅偷氣聲或者喊聲嘅陣，你嘅身體就會即刻作機進入所謂嘅戰或逃模式。即係話呢，就算你只係坐喺張凳度聽電話，你嘅神經系統已經狂踩油門，瘋狂咁分泌皮質醇同腎上腺素去保護緊你噶啦。結果點呀？神經系統緊繃就會搞到你失眠、頭痛啦，腸胃又會跟住罷工，搞到壓力性胃痛、食唔落嘢，仲有肩頸極度僵硬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熱線頸，甚至發夢都會磨牙添。記住啊，出現呢啲身體反應，絕對唔代表你碗酸哦，只不過係身體吸收咗太多超出負荷嘅負能量，為運動出口排走之嘛。走勻身體，我哋去到第2部分，你個身體係咪已經燒轉咗啦？我哋一齊做過同理心耗損檢查啦。身體警號一響，慢慢就會影響埋心理噶啦。呢度有個好簡單嘅量表，大家可以對照下。第一，如果你開始覺得對求助者麻木，甚至覺得佢哋好煩，呢個就叫同理心耗損，即係你個同理心油缸已經見底啦。第二，聽得太多悲慘故事，開始覺得個世界好危險，唔信人，呢個係替代性創傷。第三，開始懷疑自己做義工為咩，覺得好無力，呢個就係存在危機。大家平心靜氣問下自己，中咗都千祈唔好怪責自己。呢則好住話，我真是好想送俾大家。如果你覺得無力或者好嬲，絕對唔代表你唔專業，佢只係代表緊你係一個有血有肉嘅普通人，對翻一個唔正常嘅高壓環境，做出緊好正常嘅反應。呢啲感受其實是一個指南針，證明你仲有一顆善良、真是好在好人哋嘅心噶。好啦，第3部分，生理時鐘保衛戰。知道咗問題，我哋就要學識點樣平衡通宵更帶嚟嘅傷害。第幾招小手義工真係要抄低啦，今晚收更就可以即刻試。第一，放工搭車翻屋企，記得戴副太陽眼鏡，擋住炒咗啲長光，等大腦冇咁受刺激，翻到去就易啲瞓得落。第二，如果夜中仲要犯正職，試下用90分鐘循環睡眠法，保證自己瞓得冧。第三，通宵擋更嗰陣，盡量忍求冇食咁多高糖分零食，如果唔係血液大上大落，情緒都會跟住暴走下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要為自己建立一個心理緩衝區。放工搭車嗰段時間，完完全全係屬於你自己噶，唔好再去諗頭先個電話講咗啲乜，亦都唔好諗翻到屋企要做咩家務。戴上耳機，聽下輕鬆嘅音樂，感受下自己嘅呼吸，俾自己有一個慢慢轉換角色、透氣嘅空間啦。咁就帶到去到我哋嘅第4部分，必須嘅收工儀式，一齊睇下點樣幫自己感官脫離主式，狀態轉換角色。呢個儀式係要清清楚楚同個腦講，義工你個身份我儲低咗啦。點做呢？視覺上，放工就將工作證收埋，熄咗當值電話。手腳方面，準備一支放工專用嘅香薰，例如香兒草精油。觸腳呢，一返到屋企即刻沖個熱水涼，換套最舒服嘅睡衣。
最後係動腳，離開中心嗰陣，試下用力向下對手對着，搵想將啲負能量全部向走晒，就好似慢慢除多一套好重嘅制服咁，成個人當堂鬆晒啦。另外呢，我哋真係要好小心跌入救世主情結呀。要記住，你可以陪組織橋助者行一段路，但你永遠唔可以代替佢嘅去行。有時對方近聽你講兩句，或者喺電話裏面近跟住你做一次深呼吸，呢啲已經係好大嘅成功啦。我哋要識重新定義咩叫小勝啊，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咯。嚟到最後嘅第5部分，住人者必先自保。我哋睇下邊界感有幾大威力。要喺呢行做得廠，心理防護就絕對唔鎖得。呢度介紹一個好正嘅心理學概念，叫做容器理論。你試下喺想自己係一個容器，求助者倒過嚟嘅係一堆好混亂、好痛苦嘅情緒，我哋負責吸收同轉化。但最關鍵係咩呢？一個健康嘅容器必須要有底同埋有邊界噶。如果你冇邊界，啲痛苦就會直插你心臟。你要時刻提醒自己，你只係接收站，絕對唔係痛苦嘅終點站個。等我哋睇個實戰情景啦。假設有個求助者叫阿玲，佢失戀又失業，喊住問你攞私人電話，仲話如果你唔俾我不如依家去死算啦。面對呢啲生死關頭嘅情緒勒索，我哋個心一定會離一離噶嘛。遇到呢啲情況可以點算好呢？呢個時候最健康嘅做法係咁：第一，肯定咗佢嘅情緒先，同佢講：阿玲，我聽到你真係好驚、好無助。然後語氣要溫柔，但係好堅定咁講出中心規矩。為咗保護大家，我哋嘅規矩係唔可以俾私人電話嘅。最後提翻去唔會得自己一個，就算我收咗根，中心都有24小時團隊一直喺度陪住你。咁樣做既可以保持同行嘅溫度，又可以完美守護到自己跳地先啦。去到最後，我好想送呢句話俾大家：你係一盞燈，但你都要有電一先可以發光噶。各位戰友，設立邊界絕對唔係冷漠，而係為咗令呢份愛可以行得更遠。希望大家喺守護其他人嘅同時，都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啦。不如今日放工就試下幫自己好好叉電啦。多謝大家。